你是不啦？你是不拿起来？你是不入肉哈？你是肉了？他没搞大过，700元是咋标的呢？拿你的。下你下来嘞，你是当下来的，俺下了，俺我买这个年家嘞。你老了，上了8天了，收了是8天了，跟上了你是不下了，你是不8天了，跟上了8天了。哎，要啥？跟上了8天来了。你路在路大了，你陪你没你路在路，你个歪路了来跟上了的，把烧枪把烧还给我。你是把路落大了，哎，表达，你陪问落大了啦，哎，你看那路看来的，你看那问落看来的嘛，跟你都快上了8天嘞，你那把俺跟着你讲啊8天嘞，俺不俺一生俺说8天嘞，俺不能俺说咱们少的是不表嘛嘞。皮罗嘛，我做了错了，我一时间你呢喏，你我爸爸没做，你我做了，我一时间你呢喏，皮罗嘛皮那么样的啦，路面没塞到后面前面呢喏，没路的拍到没标在后面前面呢了，没标清楚啊，标在你哪里啦？哦，我老西嘞喏，哪里啦？白辣椒那么那么地步，你谈那股的卡嘞。18嘛，18的阿没下呢的啦。我的车路多压路压没我拉没下呢的啦。跟上了8天嘞，你看俺不3下了。哎，你按照你18多嘛，你路看你来了嘛，18嘛，怕的嘛。你听路嘛，我对了8天嘞，你们对我说嘞。我对了8天嘞，我那麻烦你谁嘛你俺8天嘞。你怎么办了？俺你今天哪里嘛不？皮肉嘛，阿贝嘛，我们路面嘛谁不咯？一些年那拉比谁样来路了？咱我那鱼嘛都看了没面，没3的18拉没压边来的。